月妹妹，月妹妹，你在吗？多日不见，你可好？月妹妹，你在吗？月妹妹。 夫人，里面好像没人。月妹妹，你这模样。 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些日子我浑身疼痛，四肢无力。你是不是病了？可有御医前来诊断？眼下我被禁闭在此，有人巴不得我能够快快死掉，哪里还肯派御医给我？我这症状奇得古怪。 像是受了毒物之害，是何人要害你？我去禀报大王。他位高权重，无人可奈何得了他。再说，他想害我，定是早谋划的滴水不漏。这怎么办？月妹妹，我要怎样才能帮你？ 看到那些灌木吗？开着白色的小花，是开着球状的小花吗？它们是土茯苓，你若能挖出它们的根茎，或许还能救我一命。好，你等我，快帮我一起拔。是。 公主，您这又是要去哪儿啊？随便走走。魏后刚刚解了公主的禁足，公主马上就在高堂台待不住了。前日去了云梦台，昨日又去了荣华台，这2日已经把宫里大大小小的宫殿都转遍了。公主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在找芈月妹妹。你们知道她被关在哪儿了吗？好吧。 你们不告诉我，我就带着你们日日找，直到找到为止。公主，公主，你这样找又有什么用呢？要是人不在宫里，即使踏破铁鞋也是找不到的。你说人不在宫里？我瞎说的。人不在宫里，那就在外面的离宫了。公主，你就饶了婢子吧，婢子真的不知道。公主要是说是婢子说的，
婢子一定性命难保。谁说是你说的了？是本公主自己想到的。快说，玉儿被关在哪个离宫啊？公主，快别难为我们了。我们只知道月公主并不在宫内，可是到底在何处，实在不清楚。因儿就是懂事，难为你知道我睡不安稳，送来这香枕。母后的安康，因儿心之所系。听说九节菖蒲、画师开胃、醒神益智，合欢花安五脏、悦颜色，菊花散风清热、平肝明目，它们都有安神、促睡眠之功效。因儿这些天特地采集了上好的菖蒲、合欢和菊花，做成了这个香枕，望母后舒心气、畅心神、怡心情、益寿延年。瞧瞧，因儿比嫡亲的女儿还懂得孝敬我。母后待因儿恩重秋山。玳瑁，把这香枕给我收好，今晚我就用。是。那日幸亏你告诉我，才及时阻止舒儿误入歧途，我该给你赏赐。舒妹妹是母后的心头肉，因儿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母后明察善断，蛊惑舒妹妹的芈月才是此事的罪魁祸首，绝不能轻易放过她。老天有眼，这2日侍女禀报说那芈月日渐憔悴，似乎得了重病。我传了旨，生死有命，就不用看了。别看她还有一口气，只怕此刻也生不如死。这的确是报应。她若真的死了，一了百了。因儿，我一直想为你成全一门好姻缘。楚国人才济济，论英俊善辩，当属唐乐；论风流潇洒，该是宋玉。你何苦一定要嫁给黄歇呢？因儿眼中只有黄歇，当世俊杰，无人能比得上他。可你应当知道，黄歇对芈月痴心不改。公子歇并非不知好歹之人，那芈月朝不保夕，再由母后出面替因儿做主，到头来黄公子定能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，权衡轻重。你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你要是再不把水囊取下来，我就以为你死了。我不能死，我还有2个弟弟要照顾呢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听说绿豆汤最解毒了，以后我每日都给你送来，还有一些吃食也一并送来。我近日觉得好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中的是什么毒，要真正去除还需时日。幸好有这几日的土茯苓，我被关在这里无聊，每日对着窗外辨认花草。那土茯苓是我最熟悉的，它能解毒，还能熬粥熬汤，
小时候我弟弟生口疮、生疹子，魁骨也用它治。我能活下来，说明老天要我活下来。你当然要活下来，要不然你怎么对得起我这双手？这些日子挖土茯苓把我的指甲都挖烂了，昨夜大王过来，怕他看到，吓得我一直攥着拳头。大王很宠爱你。但是楚国不是我情愿要来的，可魏王说楚国要与5国联盟，我嫁过来，如果能讨大王欢喜，对我们魏国，对大家都好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爹是文侯之后，在魏国也算有点地位，大王宠我，只怕是看在魏王的面子上吧。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但无论怎样，你都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。世人只要他不瞎，就会珍惜你的。如果大王他真的看中我，我一定会借机向他进言，让他找出害你的人，并放你出来。不，最好不要。你刚到楚国，还不知这楚宫里步步陷阱，人心叵测。我已算是小心，却还是吃尽了苦头。不会人人都是歹人吧？我到了楚国之后，先是遇到了你，然后就是南后姐姐，你们待我都特别好。南后？南后姐姐与我姐妹相称，她每日都到章华台来看我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把最好的吃食让我先挑，最好的东西让我先用。我在家里是个独女，从小一个人孤独惯了，除了我的排箫，无人与我亲近。如今有了南后姐姐，亲姐妹相处也不过如此吧？不会吧？在这宫里，最不希望大王宠爱你的人，就该是他了。妹妹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了？姐姐不信我的话也就罢了，但姐姐要记住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妹妹身陷囹圄，不能在姐姐身边左右照应，姐姐要时时警醒才好。还有，姐姐来月华台看我之事，切不可告诉任何人。放心吧，这件事的轻重我自然明白，我对南后姐姐也不会说的。不过，南后姐姐她确实是真心待我，就像是你真心待我一样。放心吧。我这里还有一些糕饼，你拿着充饥。来，谢谢姐姐。姐姐，妹妹这是去哪儿了？让姐姐好找。我就是随便在外面走走。这些时日与妹妹朝夕相处，一时半刻不见，还真有点想呢。看，这是我新配制好的胭脂，特意拿过来给妹妹试试。谢谢姐姐惦记。你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去给姐姐烹茶。是。快来，来，让姐姐给你试试。你看如何？这般轻薄香甜，姐姐是如何做到的？是用上好的红植竹花瓣放到干净的石臼中，慢慢将花瓣冲成后浆，细砂过滤取汁，然后将当年新骚就好的蚕丝剪成这珠核般大小，放到花枝中浸泡，取出晒干后，
就成了妹妹手上这上好的胭脂。怎么了？这胭脂再好，和妹妹的人面桃花相比，也黯然失色。看来妹妹的确用不着这些东西。姐姐竟会说笑，这么好的胭脂，姐姐要不想给，妹妹可要自己拿来用了。你看美人是不是真的有点儿？你看怎么了？你仔细看，哎呦，还真是啊！你看，大胆，竟然敢在美人这放肆！南后美人恕罪。姐姐，下人们常有粗疏失礼的时候，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若是在我那也罢，可偏偏在妹妹这儿，若不管教，岂不让外人说我放纵手下？莲儿，是，给我掌嘴！哎，姐姐且慢，何不听听他们如何为自己辩解？如果无道理，再打也不迟。既然美人给你们求情，我就给你们次机会，说，到底在嘀咕什么？这，婢子不敢乱说。说吧，说实话，我可以求南后不罚你们。后宫有传言，都说美人闭月羞花，千娇百媚，这是实情啊。可是就是有一处不好。何处不好？妹妹，别听他们嚼舌头，这宫里人向来善于极度挑拨。可是姐姐，妹妹还是想知道何处不好。美人的鼻子。住嘴！美人的鼻子，可是你们这些贱人可说的。给我狠狠打，好让他们知道做婢子的本分。给我接着打，打完了嘴，再罚跪2个时辰10板。南后饶命！南后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乱说了。算了，姐姐，让他们下去吧。妹妹，你心肠太软了。妹妹答应过他们，若他们说实话的话，就不该罚他们。还不谢恩？谢美人宽宏大量。依着姐姐的脾气，非割了他们舌头不可。妹妹，这宫里人就好无事生非。前段日子有人嚼舌头，说赵姬虽然美貌，但声音难听。想当年，这赵姬也是大王的新家人，可生了孩子后嗓子变哑了，大王也变得对她若即若离的。他不知道从哪听到这消息，心里慌得很，日日找御医下方子治嗓子。哼，说是治嗓子，其实还不是想挽回大王的心思。妹妹身体受之于父母，相貌从小未受过任何人指摘。妹妹在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在外又是王孙贵女，别人巴结你还来不及呢，哪能说你一点不好？如今到了大王的储宫，美女如林，谁也不比谁弱。除了像姐姐这样真心想结交你、处处袒护你的，哪有闭口藏舌的道理？你呀，别理他们便是。姐姐也真是个粗心人，他们不说，我还真没看出妹妹脸上的缺憾。我真的看不出什么。你从小到大都看自己的面孔，自然很难看出瑕疵。莲儿，你来看看。在莲儿看，夫人的确是花容月貌，只是这鼻子有一点点，好像是有一点点。有一点点什么？
点点歪歪。难怪大王昨日跟我在一起，提起妹妹的容貌，你都不知道大王有多喜欢你。大王先是说你肌肤胜雪，秀色可餐，可后来大王又说，端详你久了，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缺憾。妹妹别担心，大王提起此事时，我马上打岔过去了。我说，大王，你太过于挑剔了，妹妹是丽质天成，白玉无瑕。可是大王日日都来章华台，他总有一日会看出破绽的。傻妹妹，这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妹妹请看，这样如何？这样呢？或者是这样？谢谢姐姐悉心指教，是妹妹聪慧。大王来了。爱妃不必多礼。爱妃啊，寡人想你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，这是寡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摘花给一个女子。谢谢大王。嘘，爱妃啊，今日屋里的灯光为何如此昏暗呢？今晚月光好，如果屋里太明亮了，反而辜负了月亮的皎洁，对吗，大王？爱妃果然好情趣啊！爱妃，寡人，今日这般凉爽，爱妃为何手持羽扇呢？因为臣妾喜欢妙目传情这4个字。好一个妙目传情！在寡人眼里，不光是妙目，你的一举一动无不在传情。快点儿！对，小心！对，就放到那边，抬到那儿去。对，放这儿，就放这儿。我看，好，放到案几上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快起来！姐姐为酒宴已经辛苦整日，何不坐下歇歇？今日妹妹生辰，大王特别赐宴，你又不喜欢热闹，别人只好作罢。今日只有姐姐和大王替妹妹庆生，若有差池，岂不被大王怪罪？姐姐一直为妹妹操心，妹妹真是感激不尽。此生无以回报，只有来世为姐姐做牛做马了。妹妹再这么说，姐姐可真生气了。啊，你等等啊，那盆花放在门口。是。大王快到宫门口了。知道了。妹妹，
天已黄昏，你是否觉得这店里有些昏暗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平日里我劝你与大王单独相处时灯光要幽暗，那是为了让大王只看到你曼妙的身材，而忽略了你的缺憾。可今日是盛宴，灯光过暗，一是不吉利，二是坏了气氛。那可怎么办？我想，何不把那九尾天狐灯拿来，放到妹妹身后高处？灯下黑的道理，妹妹是懂的吧？既照亮了大殿，又照不到妹妹，你觉得这主意如何？姐姐好聪明，我这就进去把九尾天狐灯拿出来。妹妹快去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爱妃请起，都起来吧。今日寿星何在啊？臣妾不好说。美人病了？美人妹妹没病，只是回去取九尾天狐灯了。取灯就取灯吗？有何不好讲的？可臣妾认为，美人这么做，未免对大王太为不敬了。那盏灯是爱妃送给美人的吧？更何况寡人看来，那灯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正因为好，所以才被妹妹再三讨要，我不得不给她。竟是她向你抢锁的？爱妃，你宽容大度，待人温柔敦厚。魏美人刚刚入宫，一盏灯而已，小事一桩，给她就给她了。可她讨要的理由也太牵强了。什么理由？爱妃一向心直口快，今日为何这般吞吞吐吐？有寡人在这儿，但说无妨。爱妃，他说他要用这盏灯去除异味。大王，你弄疼臣妾了。他当真是这么说的？请大王息怒。臣妾喜欢“妙语传情”这4个字。今日的歌舞如何？好极了。你为何总是遮着你的面孔？寡人听不清你在说什么。臣妾说，轻歌曼舞，婀娜多姿，真是好极了。今夜清冷，你那扇子该收了吧？是。今日的菜肴不合爱妃的胃口？不，南后姐姐特意让御厨精心准备，菜肴美味可口。
那是酒不好喽？不是，那寡人为何见你菜未吃一口，酒未喝一樽呢？是不是因为这里有一股让你难以忍受的恶臭？大王说笑了。那你为何遮遮掩掩？大王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敢捂住你的鼻子？来人！大王，把这个矫情的贱人拉下去，割了他的娇贵的鼻子！大王，冤枉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冤枉啊！大王，冤枉啊！大王，大王。今日朝会，寡人是想就即将举行的六国会盟一事跟你等商讨，还望众爱卿畅所欲言。微臣听说魏国美人不知何事触怒了大王，昨晚受了异刑。是又如何？魏国送亲的使者尚未离开郢都，便发生这等事情，的确难堪。楚魏联盟由此可能破裂。魏国使者准备就此事递交国书，要求说明缘由，并且道歉。哼！大王，魏王的颜面的确因此而受到羞辱，大王不妨给他们一些安抚。你竟然让大王向魏王赔礼告罪！臣以为屈作图打着合纵的幌子，让我大楚包羞忍辱，置大王的尊严于沟渠。一个美人只是割了鼻子，又不是掉了脑袋，道什么歉呢？大王，此事关系重大。够了！寡人对这个魏美人已经仁至义尽。再者说，这魏美人的事是寡人后宫的家事，与你何干啊？与你们何干？与魏国何干？与河东何干？退朝！夫子。啊，子歇呀。弟子在此恭候夫子多时，何必在这儿等？朝会若有结果，我自会同你说的。弟子一早听说，因为魏美人受刑，魏楚联盟之事可能破裂了。唉，大王正在气头上，根本不听劝说。合纵之事有了裂隙，解救月公主之事，也只好先搁置些时日了。姑姑，欢公子来的正好，已经有月儿的下落了，说是关在宫外的月华台。我现在就去求舒公主想办法救她。月华台。姑姑衍生，敢问来找谁？有何事？我是魁姑云梦台的，有要紧的事要求见舒公主。姑姑真不巧，我们舒公主正在午睡。那我等等。这里是高堂台，不是云梦台，你还是走吧。可我真的有非常要紧的事。此刻让你走还是客气的，惊动了威后，只怕你我担待不起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少啰嗦，快走吧！我求求你们了，走！好大的胆子，你们敢做我的主了？公主恕罪。魁姑姑，月儿到底怎样了？有人在月华台见着她了，说是病得很厉害。虽然现在无人给她定罪，但也没人给她释罪，所以根本不给她派太医，只是由着她去死。母
母后，舒儿来了，快坐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今日我让大祭司为你的婚事占了一卜，离下镇上寅戌之象，大祭司说是少见的姻缘奇卦，日后成亲，你和你的夫婿将成为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。母后为舒儿的婚事如此操劳，舒儿心中不忍。当娘亲的命里注定是要为儿女操碎心的。母亲果真舍得舒儿远嫁？当然舍不得。10月怀胎，千辛万苦，看你长成亭亭玉立，我是又欢喜又担心。担心你找不到好的夫婿，误了终身，所以我千挑万选，选中了赵侯雍。他雄韬伟略，文武双全。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骨肉，你就会明白为娘的苦心了。所以，做娘亲的对自己的儿女都是舐犊情深的，对吗？这是自然。舒儿有母后是舒儿的大幸，可是那些没有娘亲的女子，岂不是特别的可怜？舒儿嫁人，日后有了儿女，舒儿在他们身边为他们遮风挡雨。可万一有一日舒儿不在了，儿女们无依无靠，只能任凭他人宰割欺凌。舒儿一想到如此情景，心中凄然。舒儿此言何意？母后，如今宫中上下人人皆知月妹妹在月华台病得很厉害，母后看在她娘亲早逝的份上，让太医去救救她吧。不许你再跟我提那忤逆不道的贱人。母后，月妹妹虽非母后亲生，可也是父王的亲骨肉啊。她是咎由自取。前阵子因为月妹妹顶撞了母后，所以把她关了起来。可如今舒儿这边早已风平浪静，月妹妹那儿却余波未了，仍被囚禁。如今月妹妹病了，也不给她看病，由着她去死。月妹妹与舒儿同父异母，别人知道了，只会说王兄母后欺负月妹妹，孤苦伶仃。舒儿远嫁别国，君臣和百姓们更会因为大楚如此对待先王的亲生骨肉，更加藐视母后、王兄和舒儿。舒儿思前想后，母后就算与月妹妹有深仇大恨，也应该为了大楚的名声和舒儿的将来，救救月儿吧。不然怎样？不然舒儿万万不敢嫁人了，免得上天报应，将来儿女一生凄苦。舒妹妹，你说这话就差了。母后日日为你操心劳神，你怎忍心用自己的姻缘来要挟母后？那个芈月天生祸人败事，她若知晓孝顺二字，就该早早赴死，免得在世间祸害别人，更坏了你与母后的骨肉之情。你闭嘴！月妹妹落到如此地步，定是有你在作怪。你极恨她，时时在母后面前恶意挑唆。月妹妹要是有3长2短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敢问公子姓名？在下姓黄名歇，太子伴读。黄公子，你有何事？敢问月公主是不是关押在里面？不错，我等奉威后之命看过此处。让我进去。进宫之地，公子不可无礼。快要走开！走，去叫人。走。月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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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歇，你怎么了？别怕，我这就带你走。子歇，起来。大胆狂徒，私闯进宫，乃是死罪。今日我黄歇就是闯了，你们又能如何？拿你归案。月儿，你先躺下。子歇，子歇，那得先问问我的剑。上。小心！小心，子歇！子歇，有黄昏主官，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！月儿，子歇不怕死，
子邪，你们来拿我的性命吧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，杀了太子陪都，动静闹大了，可不好交代啊。月公主是大王的妹妹，伤了她，大王怪罪，更不好交代啊。住手！狄公主在此，谁敢无礼？姐姐，月儿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月公主和皇公子动手！公主恕罪，我们也是奉命而降。给我滚出去！还不快滚！走走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这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快拿水来！月儿，姐姐，喝不得。为什么？有毒。有毒？快去叫女医！快去！这水里有毒！月儿，你们还不快去！公主，苏公主，姐姐，不能喝，姐姐，出去告诉外面的人。说舒公主饿了，吃了这里的东西；舒公主渴了，喝了这儿的水，随他们怎么办吧。快走！月儿，何苦呢？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魏后不好了！出了什么事？大惊小怪的。皇公子黄歇私自闯入了月华台，简直无法无天！让侍卫把他拿下。魏后，舒公主也去了，还吃了芈月那边有毒的糕点，喝了有毒的茶水。哪儿来的毒？据说那月公主的病就是与宫里送过去的吃食有关。快去叫女医治，去月华台救我的舒儿要紧。是。说，谁背着我下的毒？奴婢不敢。你鬼迷心窍了！母后，婴儿只是恨那芈月，除了忤逆您，还胡媚皇公子，教坏了舒妹妹。如果她不在了，不是给您去了块心病吗？女医治，先给姐姐解毒。别担心了，我已经吃过解毒的药了。皇公子的伤口也包扎好了。子邪，月儿，放心吧。月儿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月儿中毒深吗？月公主是我见过运气最好的人。女医治奇怪，虽然中了剧毒，但症状却没有想象中的严重。世间奇怪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，见怪不怪了。只怕宫里的有些人是坐不住了，他们一直以为月公主必死无疑。我这里有丹丸，每日只需1粒，服后会发烧，会卡血。你们若信我，就让她用；若不信，就算了。多谢女医治救月儿。不是我要救月公主，是她命里不该死。珍珠、珊瑚。公主，你们回去告诉母后，就说舒公主留在月华台不走了，和月公主同吃同住。谁要想下毒的，让她下好了。是，姐姐。微后，拜见微后。舒儿的病情如何？中毒不深，并无大碍，只需好好调养几日便可痊愈。我要你守在舒公主身边，确保我舒儿无恙。是。那个芈月怎么样了？依奴婢看，她的病是因淤毒入络，邪犯上焦，邪热破血妄行，病入膏肓。这么说，她是没救了。命是上天给的，上天要带她走，无人可阻挡；上天要留她在，无人可送走。
这次他中毒，我想知道他是留还是走。那要看少司命的意思。你下去吧。是。魏后，舒公主说，即便她病好了，也要留在月华台与芈月同吃同住。由他去吧。你告诉下面，衣食住行不可怠慢，给我好生伺候着。若有半点差池，我让他们都去死。是。因儿那丫头有点走火入魔，你们给我留点神。奴婢明白。咳嗽了，来，起来喝点水吧。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气色好多了。舒公主，月儿，这是刚熬好的粥，喝一点吧。我来喂你吧。不烫吧？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月儿笑什么？月儿好福气，若没有你和舒姐姐，我就看不到这园子里的景色了。月儿别这么说，只要黄歇在，月儿永远有好山好水可以看。月儿的命是子歇给的。月儿就是子歇的幸运。你为何要对我这样好？因为月儿值得我对你这样好。我要还你。不用还。还你，用一辈子还你。一辈子太少。那就生生世世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
敢问姑姑，前不久有个魏美人住在这章华台里，你可知道她的去向？还魏美人呢，鼻子都没了，活脱一个丑八怪。姑姑可否告知，我在何处能找到她？婢子不知道啊。这远近处处亭台楼阁，看起来好风光啊，谁知道哪日就成了冷宫了，还这个美人那个美人的。今日可能是掌中的珍宝，那明日呢，就是落地黄花喽。既然姑姑不知道她的下落，那能否让我去她的寝宫看看？想去就去吧，大王有令，这里边的东西啊，早就都清干净了。多谢姑父。张子，张子，张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月公主，昨日魏美人在冷宫自杀死了，在下特意来祭奠太仙儿。唉。这不，看到他留下的牌箫，睹物思人，有些伤感。月公主，张子与魏美人曾有交集？没有。张子何时变得如此多愁善感？虽说魏美人与在下素昧平生，但魏美人毕竟是因我而死。不是说那是南后郑袖的手段吗？给南后出谋划策的正是在下。张子，魏美人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她？并不是张仪要害一个弱女子，只可惜她是屈原和朝阳镐合纵联盟的一枚棋子。就算她是棋子，又碍你何事？张仪与人有过约定，不得不借魏美人鼻子一用。卑鄙！卑鄙的不是张仪。魏王和朝阳深知楚王贪图酒色，将魏美人送进楚宫，曲意奉承，他们才卑鄙。张子，我和姑姑当初搭救你，是把你当成了君子。张仪做事有谋略，讲黑白，但从来都不是君子。我知道，月公主在气头上，此事说什么都无用。但希望将来有一日，月公主能明白在下这份不得已。好，不用说了，你我交情到此为止，再无需交往。月公主，请转告舒公主，秦王已经带着聘礼回到郢都。舒公主难道不想和秦国大王再见一面，互诉衷肠吗？见不见，关你何事？谁想到张仪竟然为了一己私利，对美人姐姐毫不怜惜，视无草芥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那个张仪真的说秦王已经回到郢都了？好像是。
我就猜到他会回来的。他真是至情至性之人。张子真的说，秦王回郢都是为了给舒儿下聘礼。除了舒姐姐，这楚宫当中，谁还能入得了秦王之眼？好妹妹，姐姐有一事相求。你说，既然秦王对我有情，那我也应该让他知晓舒儿的心意。姐姐是要私传信物给他？小声点儿。照理说，妹妹还未痊愈，不该劳累妹妹的。我不累，不就是替姐姐出宫一趟，去见那个秦国老伯吗？你老伯老伯的叫，好像他真的很老似的。不老不老，他不老，他与姐姐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。好啦，妹妹答应你就是了。好妹妹，这件事情干系重大，我该如何谢你才好啊？你我之间若用得着谢字，那便生分了。老伯，给，拿着，这是舒姐姐的一片心意。老伯，你真的觉得我很老吗？你虽不老，但年纪也不小了呀，还不赶紧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，将舒姐姐迎娶到秦国？晚一步，可是有人要抢的。这我知道。小丫头，回去告诉你们舒公主，本王定不会负舒公主一片真心。赵侯雍派来的求婚使者就住在这个驿站，朝廷内外不少人都主张要将舒姐姐嫁给赵侯雍。老伯，快动作，也好叫舒姐姐定心呐！啊！这就是赵国派来的使者。是。公主慢走，望公主下次再来。秦王不必相送，告辞。楚离子，敢问刚才离去的是楚国的哪位公主？还有哪位啊？自然是楚国的嫡公主芈姝啊！嫡公主怎么会一个人出行呢？嫡公主的随从都在外面候着呢，这不符合规制啊！嫡公主金枝玉叶，她来与秦王相见，难道还要弄得世人皆知？哼！秦王带着聘礼在宫门外几次求见，我大楚乃礼仪之邦。大王总不会永远避而不见吧？赵国的使者来郢都多日，提亲之事也要落到实处。不把秦王打发走，寡人如何给赵侯雍一个交代啊？大王说得对，那就应该赶紧见秦王才是。那秦王来郢都是给舒公主下聘礼的，寡人见了他如何应答呀？当真把那个厨娘嫁给他呀？秦王一定要娶，大王就将那厨娘嫁给他，又有何妨？事情揭穿，出丑入乖的该是秦王，与大王有何干系？这君子坦荡荡，鱼目混珠的手段实不可取。既然合纵大策已定，大王身为合纵长，还是当面义正辞严拒绝秦王为好，让其知道大王合纵之决心，免得日后更多纠缠。他若不肯与寡人让步，又当如何？这里是郢都，不是咸阳，他敢怎样？他若识趣，乖乖的走了，倒也罢了。他要用强拿下他的人头，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大王，此非仁义之举，万万不可。大王，此事还需慎重。大王，容寡人再想想。
妹妹，王兄已经决定了，明日要宴请秦王，商讨婚事。姐姐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那是圈套。圈套？适才子歇告诉我，他还是从屈子那里听说的，说大王已经听从朝阳的劝说，要在筵席之上埋伏刀斧手，诱杀秦王，将你嫁与赵侯雍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王兄这是要葬送舒儿的一生。妹妹，快随我一同前去，求屈子帮忙。屈子认为此举非君子所为，执意反对，所以筵席之上只有朝阳一人作陪。秦王生死只在朝阳一人之手，此事连屈子都无可奈何。那他定是凶多吉少了。只需要姐姐拿定主意，秦王便会无恙。主意？什么主意啊？我此刻五脏俱焚，哪还有什么主意？好月儿，你替姐姐出个主意吧。月儿想，秦王若不去赴宴，他们就拿秦王无可奈何了。可如何才能让秦王不赴宴呢？姐姐放心，我这就去给秦王通风报信。哎，等等，我想办法偷偷拿出母后的出宫令符，和你一同前去。好。谁？舒公主有要事要见秦王，请稍等片刻。公主请进，王兄已在等候了。就是这儿，去吧。哎，那我先进去看看。老伯，不是说是舒公主吗？小丫头，别生气，本王把你当成舒公主了，鲁莽造次了。老伯不是鲁莽，是目力太差。姐姐来了，在门外呢。哦，姐姐，走。我在门外等你啊。大王，路上小心啊！
大王放心吧。赵大夫，赵大夫为赵侯雍求婚，已在郢都滞留多日。今日楚王设宴，与寡人商议嫡公主芈姝的婚事。赵大夫何不一同前去？楚王跟你谈婚事，关我何事？差矣，嫡公主身边有几个婢女，都是绝色的。赵大夫可以请求楚王将其中一个婢女许配给赵侯雍。你，赵大夫刚才已经亲睹楚国嫡公主的容颜，既然无法娶到嫡公主，退而求其次，并不难看。告辞了。昨晚上我就一直守着那扇门，等啊等啊，一眨眼天就亮了。舒儿也是觉得奇怪，怎么一眨眼天就亮了？姐姐究竟与秦王说了些什么？难道姐姐没有劝说秦王今日不要赴宴？说了，可他说要光明正大娶我为后，所以一定要亲自面见王兄。秦王热血男儿，值得姐姐倾慕。不过昨日一夜未归，万一魏后追查起来，姐姐该如何回复？秦王愿为舒儿豁出命来，我眼下哪还顾得上那么多？请秦王托履解见。剑为男人之胆，身为秦王，剑不可离身。无妨。秦王，喝酒。来，都听仔细了，以水杯为号，格杀勿论。本王上次进咸阳，就听说了一件事。何事？听说楚王常年患有隐病，因难于向世人启齿，无法根治，使楚王心中一块痛楚。秦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楚王听我把话说完，但本王却以为，楚王所谓隐病，也许正是楚王天生异禀之处。此话怎讲？楚王可曾听说过，我们西北有种兽类，叫香獐子。雄獐子天生香囊，其香气让雌獐子苦追不舍。楚王身上气味奇异，不正好雄冠楚宫吗？真有此事？本王这次特意为楚王带来了麝香，都说这东西若做成香囊，挂在身边，会让男人威力倍增。楚王不妨试试。秦王，本王一定试试。楚王好客，特意设宴宴请本王。本王早就听说楚王酒量无敌，所以先敬楚王3杯。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干！且慢，这杯酒，本王是要为楚秦联姻，你我从此一家而庆贺。大王，秦王此话不妥。楚国与秦国何时联姻了？对啊，秦王，你与我楚国何时联的姻呢？寡人就是在这大殿上向楚王请求迎娶嫡公主芈姝，楚王当场承诺，并请出芈姝与我相见。不过才2月有余，楚王忘记了吗？此事寡人自然是没有忘记。可那日秦王见到的只是我楚宫的一名普通厨娘，并非是嫡公主芈姝。若秦王真的一味索讨，那寡人只好把那个厨娘给你了。君无戏言，本王一直都是向楚国嫡公主芈姝求亲，楚王答应的也是将嫡公主芈姝嫁于本王。芈姝明明是大王之妹，今日怎可随意拿个厨娘来搪塞？这联姻之事你情我愿，秦王这是要强讨硬娶了？怎能说是强讨硬娶？是你们有言在先，言而无信。明明说好的是嫡公主芈姝，怎会变成一个厨娘？久闻出离子，能言善辩，伶牙俐齿，佩服，佩服。我们喝了这杯酒，如何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等等，令尹大人真会说笑。楚王若不肯嫁妹，本王又怎能应娶？楚王，这把刀太钝了，看来要用上本王的这把匕首。楚王，要我来帮你吗？秦王不必客气。寡人，楚王看这把匕首如何？好匕首，鱼肠匕首，削铁如泥。楚王可愿试上一试？是就不必了。楚王，你这是要拿本王的命吗？寡人的本意是，楚王为了悔婚而杀秦国之君，楚国即成为秦国勇士之仇人。杀人一时，结仇百世，楚王以为值得吗？楚王言而无信，翻脸杀人，为世人不耻。来日，楚王又如何面对诸国国君？秦王，这是个误会，误会。本王知道这定是误会。若不是误会，刀剑无眼，只怕本王性命还在，楚王的性命却没了。赵阳，秦王，这里是郢都楚宫，不是你咸阳大殿，不得无礼。明明是你等埋伏了刀斧手，剑拔弩张，无礼在先。楚离子，不用再说了。楚王诚意邀请本王赴宴，商谈联姻大事。既然早晚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过分计较？冤家宜解不宜结。
为何这些人还留在大殿之上？赵阳，寡人有贵客在此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丢人现眼的家伙，都给老夫滚下去！还不快滚！好了，来，让本王再敬一杯，祝楚王在诸国君王之中拔得头筹。本王知道，楚王一向对我汉中商於之地情有独钟。若楚王愿促成秦楚联姻，那么这商於之地好商量。什么？秦王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。本王对舒公主倾慕已久，望楚王成全。舒公主出嫁之事不宜再谈。眼下楚国正准备与吴国结盟，大王前不久刚应允了赵侯雍的求亲。楚国只有一个嫡公主，总不好一人许配给两国。是啊，秦王，此事寡人的确是为难。大王，晋上晋大夫有要事要禀报大王，让他在大殿外等着。晋大夫说是要事，等不得。什么事儿如此慌张？让他进来。是。启禀大王。晋上有什么话赶紧说。啊，大王，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，走了。什么？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走了，离开郢都了。这个赵侯雍简直是荒唐，朝三暮四，竟然把两国联姻此等大事当作儿戏。赵国使者临走时说，他们亲眼看见秦王和舒公主多次在驿馆私下相会，郎情妾意。既然秦楚交好，外人怎能过分勉强？一派胡言！寡人的王妹舒儿，自幼乖巧贤淑，怎会与秦王做出那苟且之事？除非是赵国有。老夫担保，那赵国使者并非无中生有之人，必定是有人使诈。秦王，此事关乎到寡人的颜面和我王妹芈姝的名声，还望你能给个交代。本王自然会有交代，只要楚王应允，择日迎娶舒公主便是。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可惜呀，已经水到渠成，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两位公主，请留步。谁敢阻拦嫡公主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拜见大王。拜见大王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既然是商议舒姐姐的婚事，那总该问问舒姐姐自己的心思吧。大王，女子婚配向来全凭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大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好，淑妹啊，寡人今日就当面问你一声：秦王嬴驷三番两次来我楚国求亲，声言非你不娶。可这秦国千里迢迢，道阻且长，王兄认为你一定不会愿意嫁到那荒僻之地的，所以正打算替你做主。大王恕罪，此事还是由舒儿自己做主吧。你说什么？求大王体恤兄妹亲情，
成全舒儿与秦王的姻缘。楚王，这第3杯酒，就祝本王与舒公主百年好合，子嗣绵延，如何？母后息怒，舒妹妹也算是个性情中人，竟然不顾母后的颜面，只身闯入大殿，当众承认与秦王的私情，让大王好生难堪。哎呀，如今大王对这桩婚事也无可奈何，母后还是顺水推舟算了。啊，臣妾就是想给母后通个气，免得一个人蒙在鼓里黑不隆咚的。既然婚事已定，母后的心也该落下了。臣妾可真是为舒妹妹感到高兴啊！好了，臣妾告辞了。恭喜母后！气死我了！真是气死我了！南后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威后若是真生气，就招了他的道了。但舒儿怎会自降身份，自甘堕落？那秦王有什么好？哪点比得上赵侯雍？真是喝了迷魂汤了。舒公主也许是受了别人的挑唆，那月华台里不是还住着个芈月吗？可不是，我真是糊涂，竟然让舒儿和那个贱丫头在我的眼界之外恣意妄为。玳瑁，传我的旨意，让舒公主马上给我搬回高堂台。是，威后，晋上大夫求见。晋上一向跟南后热络，南后刚走他就来了。那奴婢去回了他，就说威后身子不适。等等，听说秦王就是托晋大夫为他出面求亲的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花言密嘴的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威后。免礼。谢威后。听说晋大夫近日为楚秦联姻之事忙碌得很，今日怎会到我这里来？微臣是给威后道喜来了。喜从何来？秦王久慕舒公主贤德美貌，愿以倾国之力来迎娶。舒公主乃威后掌上明珠，秦楚联姻岂不是喜事一桩吗？我看中的贤婿不是秦王，晋大夫道喜走错门了。赵侯雍虽好，但与秦王相比，确有缺失。此话怎讲？赵侯雍来楚国提亲，是为了合纵；大王曾允诺婚事，也是为了与五国联盟。臣以为，五国联盟貌似强大，实则人心不齐，不堪一击。楚国若与其联盟，必然浪费人力物力，不如结交强援，共谋他国。结盟由大王定夺，我只在意舒公主的婚事。这婚事和结盟之事同理，五国联盟尽其力，只相当于一个楚国。然而，五国人心涣散，只可当半个楚国。秦国国力雄厚，与楚国不相上下。若与秦国联姻，强强联手，便可无敌于天下。更何况，舒公主就算嫁给五国任何一个王侯，因其国力不强，这些王侯只是徒有虚名，王后之位就更是徒有虚名了。怎能跟一个手握大权的秦国王后相比？再者说，姻缘讲究的是一个缘分。舒公主与秦王情投意合，日后夫妻比翼双飞，鱼水和谐。
这不都是微后所想所盼吗？你虽把那秦王说的百般之好，可那秦国荒蛮，秦人粗鲁，舒公主要是嫁过去，怕是要吃苦头的。好与不好，要问舒公主的心意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为后何不找个机会亲眼见一见秦王？到时便知微臣所言句句是真。我就信你一回。5日后是郢都祭祀少司命大典，舒公主会献舞少司命，到时我和大王都会去。我会让大王宴请秦王，秦王的人品和谈吐如何，我一望便知。